做代志，旁是一个饭碗，咱相手摸是一条性命。只要恁做生每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义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这是玉山早起时落雪，画面赶紧来看到规涂骹拢白四煞。中央气象局讲，因为大陆冷气团影响，低温也有水汽相配合，玉山气象站为早起时7点10分到7度开始落雪画面，拢总落40分钟，涂骹落雪差不多有1公分高，一直到8点10分变做落雨，雪煞慢慢扬起。气象局讲，今仔日关山地区同款有机会落雪，卡阵若是想要欣赏落雪民众，会当好好把握机会。同款嘛是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香港新竹测试发生了全世界头一个咧，因为宝贝动物狗仔嘛去喂到武汉肺炎的病例。一个喂到武汉肺炎查某囡仔，伊饲的宝贝动物，这只狗仔经过3届病毒测验，拢是弱阳性的反应。经过香港骨骼经大学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确认，这只狗仔已经喂到低程度的新冠病毒，变做全世界第一件狗仔喂到武汉肺炎的头一个病例。另外一个上新的画面来关心台中大甲昨暗10点钟，有一个人向强弄入去铁纪录，互火车弄一个当场无命。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道仪来带咱了解。道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有多名的员警呢，他们是沿着铁轨来回搜查，因为在4号晚间10点多的时候，这一辆刚从台中站出发的莒光号10点25分才刚出站，突然就有人闯入铁轨，被撞击之后当场死亡。由于撞击力道非常的强大，导致这一名误闯铁轨的人出现分尸的情形，他的随身物品也散落一地。事件就发生在台中市大甲区，火车才刚要出发，没想到就发生这一起意外事件。来听到稍早站务人员的访问。是因为很晚了，就有一趟原本就已经满20分了，大概再晚10分了，那一趟最多晚30分了。因为我们找了一阵子，因为报的路线跟我们找到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是等于火车一出去就撞到了吗？对，差不多。可以听到站务人员有提到，因为平交道发生意外，这一班从台东往彰化的火车一度误点了30分钟，但还好因为是末班车，所以没有影响到旅客搭乘。目前铁轨上的障碍也已经排除，恢复正常通行。究竟这个闯铁道的人是自杀还是误闯，是男是女，一切都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以上是您掌握到最新情形，主播。多谢道仪，继续来关心海拔超过3000公尺大东嘉明湖顶个月29中昼发生一件加速管起步的意外，引起一个差不多60多岁爬山的人，伊正面大腿受伤，另外规身躯嘛有一寡所在小受伤。该在无偌久，随互一个山厝清洁人员发觉，这个清洁人员本身是海龙士官退伍，伊随家按起来，行落来到山骹，带伊要去医生看。虽讲敢若短3公里的路途，因为海拔伤过悬，山路还阁弯弯弯弯，起起落落，山区规个大蒙，温度嘛真低。清洁人员头尾走差不多3点钟，真无简单才甲伊按落来，会当讲是添加下箍价袂分火，互人学到是上界美丽救人行动。过来关心高雄三民区拍鼎金公墓，下晡有一个包工程的工人去做事的时，向强发觉到一领棉纸被内底包一个红鸭仔，挖近一个甲看，这个红鸭仔已经无命，剩肉油还阁有肌骨，敢若是互狗仔咬着。警察接到报案了，赶来到现场，赶紧抽封锁线，一个一个来调查。嘛，调附近的监视器画面，即嘛要来查讲到底是啥物人心肝遮尔残，嘛爱来查这个红鸭仔无命的原因。现场有封锁线，监视人员伫公墓边仔收集证据，任何线索拢唔敢放过，因为有民众发现有一个拄生出来无偌久的红鸭仔，红蛋伫遮已经死啊。代志就发生伫高雄的三民区，4号下晡一个工人去福鼎金公墓做工课时阵，伫围篱仔边仔发现一个红鸭仔，毋过挖过去看，虽摸有风用毯仔包起来，毋过可能是互野狗咬过，规个人干那剩头壳，工人惊一个赶紧报警处理。
是在今天的下午1点20分，被单的旁边的草丛那边发现这颗头颅这样。警方伫现场找红影身躯其他部分，看到伊也未付大汉，就死伫公墓，佮敢若剩一粒头壳，实在互人真心酸。警方到场以后就立即拉起封锁线了哈，只剩下头部了哈。那我们警方目前积极在调查跟侦办中。警方已经调看相关的监视器画面，要查看这个红影到底是互人弹掉才死的，还是出事的时阵就已经死啊？即马敢若希望会当找到迄个甲伊弹掉的亲人，两早甲代志查核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提醒大家，半路捡到钱包一定要交予警察、交去派出所，啊若无是违法。两个少年家走去新北市南雅夜市自助式 KTV 唱歌，伫咧包厢内底无意中发觉到前一个消费者袂记得甲钱包炸走，因阵小贪，用手机查法律规定，认为讲未成年应该袂予警察抓去。就安尼，一人分一半，感情较袂散。结果拢总23000外块，皮包的主人发觉钱胖见，气甲赶紧报警察，即马讲要提告。两个少年伫咧自助式的 KTV 咧唱歌拉客，不过因亲像无偌注心咧唱，原来因当咧丢讲，是毋是要甲前一个人客落落来钱包甲摕去？想，我看现在窃盗多少？你看窃盗。一定会被关吗？不一定啊。而且我们都未成年。伫咧落手进前，因阁先去查法规，阁感觉讲安尼亲像无偌好。因两个人伫遐讨论规半步，上尾还是起贪念，阁甲人的钱包偷摕去，钱银白心肝乌，还阁讲要2-1添做5对分，煞毋知影规个过程拢去互监视器清清楚楚甲翕落来。对吗？这就是你的犯罪意思啊！敢不敢嘛？没差啦，反正你敢我就敢，真的啊，对分。你放口袋。代志就发生伫新北市邦桥的南雅夜市，拍毋见皮包的齐先生，伊和朋友来遮唱歌，伫要离开的时阵，袂记得甲钱包甲炸走，内底有底23000块，拢是伊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没有把捡到的财物送交警察机关，这样的行为其实已经触犯刑法的侵占罪，可以处15000元以下的罚金。这两个少年日头才打蒲山尔就好的，唔去学，因安尼钱银白心肝乌起贪念，即摆已经互警方甲因锁定真调着，失主嘛望会当紧甲人甲抓着，甲伊的钱甲摕转来。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消息来关心，泰国公共卫生部部长初三伫人面册破文，讲到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澳门和咱台湾拢是疫情高风险的所在。讲到泰国旅客若是来过这11个地点，登去到泰国都要家己隔离14天。过无偌久，这篇文章随提掉，网络咧传讲这敢的是假消息。咱外交部和泰国确定了后，泰国嘛已经修正这个公告，原来针对到泰国人去过疫区，这外国人都要管控，唔是针对咱台湾。另外，在地台湾学生囡仔，同款是要家己健康管理14天，袂当入去到学校。国人去泰国并没有这个所谓的相关隔离的限制。要飞去泰国的台湾人会当放心吗？虽然3号泰国公共卫生部长伫咧面册讲，日本、韩国、德国、中国、香港、台湾甲法国、意大利者拢属于疫情高风险的区域，对这的所在入境的旅客拢总爱隔离14天。但随后伊就将破文踢掉。外交部踮泰国的代表处特别去了解，伫咧4号泰国政府修改公告的对象，针对入境的泰国人，甲对有疫情地区入境的外国人来分做3种，出现症状爱伫咧病院隔离，若甲确诊的病患有过接触的家属、同事也是同学，就必须严格自我隔离。若捌去过疫区的，但无符合顶悬这2类的旅客，也是爱挂嘴罨，避免去人较侪的所在，而且爱继续自我观察。就算消息澄清不过有伫咧当地读书的台湾学生讲，伊互要求伫咧厝内用网络来上课。今天是在家用视讯上课的第3天。这个学生2月26号到曼谷，无偌久就收到老师的通知，表示泰国的教育部下令，只要去过中港台、日本、韩国、新加坡，就拢袂当入去学校。虽然规定属于宣导的性质，无强制，很像是家己来健康管理，但已经为伊带来真侪不方便。有点沮丧呢，因为本来是已经准备很久，说可以去学校上。近年来甲足突然的，计划拢总拍乱去啊！疫情一直小，政策嘛随时会来变，民众都爱随时来掌握，较袂无法度来应付。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长郭文德因为胃道落落病毒，身体无拄好，休克了工拢无公开出来，一直到昨昏才讲到防疫的立场。伊讲到伊逐项代志拢是顺，但是中不离过台北市市政府无公开防疫路线的所在，和过去公开透明的原则是无共款。结果煞引起到台北市市议员王世坚警体，骂讲郭文德根本就是已经走进去啊。今天还有在拉肚子吗？没有。有去看医生吗？我们家很多医生呢。病已经好甲差不多啊，柯文哲总算是现身啊。随解说防疫旅馆选择不要公开，其实是有原因的。其实我是主张从头到尾公开的。那如果到现在一直中央不想那么透明，那这样我们就不要自己搞自己。我们只是一个承办单位，如果有9个县市啊，这个就不是我们自己片面决定了嘛，这个就真的只要顺时钟了。不得已顺时钟，随后议员王世坚搁一摆来甲呛。你要顺时钟或者逆时钟都 OK， 你身为首都市长，你自己决定，但是你不要走中，不要在那边嘟嘟哝哝，反反复复。像个男子汉。北部大型公办的屠宰场红白讲至少有200名违法的义工咧做头路，业者无提供水暗，恐惊会变做是防疫的缺口。柯文哲搁甲难题等候中央。如果只有4个，那也简单了。那如果是5万个，哇，这也不是现在马上可以处理的，这也是个大问题啊！台湾岛上有47000个没有身份证，等于是没有身份的人在活动。我是主张这段时间先叫特色期的，不然你要怎么处理？义工在社区防疫，中央甲地方拢真伤脑筋。记者综合报道。游锡堃互人恐吓，赶紧来关心。下旬就已经抓到了，是不是这方面都没跟你联络？我想这个不。他是公开威胁哈，公开恐吓嘛。然后他是在他的脸书，没有警方大家也知道是他，所以你看这里面我把它整理出来，就是说他汇票第一次寄是在2月18号，那总统府那边是2月20号把它寄回去，然后2月27号又再寄出来，然后我们是3月2号收到的。你看看，3月2号还收到他的汇票，可见他并没有因为警方的安排而有收敛。那这个重要不重要？有没有破案都不重要，有没有移送法办都不重要。我讲的就是人身安全的问题，我个人的安危不重要，但是家人是无辜的。我希望我的家人至少像一般老百姓这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够获得重视。那一般老百姓可以跟国会联络人报案吗？因为在这边不就因为我的幕僚就有国会报案，但是国会报案，结果你看我的家人有受到这个人身安全的维护，有受到维护吗？台北市说都有巡逻。来，我这一张，好。这个是台北市今天早上，台北市有关于我那个辖区派出所的所长，他讲到，本所并不知道您最近遭人恐吓。院长，那你要不要亲自到派出所去报案？因为我们是跟谁报案？对，报案的程序。这个部分这个以前就说，因为透过他都通报。透过这个刑事局，因为他是刑事局，这个部分因为刑事局要通知嘛，就是说我们通知，透过刑事局通知以后，然后他们已经成案。事实上，刑事局也做笔录了，他们有做笔录，不是没有做笔录。跟职务有关系吗？因为我现在是院长啊，我是院长，所以我透过我们的管道，因为我幕僚透过我的管道，然后去处理。那这个应该。同样是一个警政署，他应该让基层警员知道。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基层警员是不知道的。大豪因为警方有透过台北市来巡签呢。警方说他们说那个时候您过去的时候，现在有 QR code 这个东西吗？他这个今天昨天我有一个照片，我昨天晚上9点32分去拍照，那时候空的。对，那没有 QR code， 我那个巡逻箱，他说他设在6号，因为你要低调，设在你们家。因为可能
台北市数的这个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巡逻箱都算在我身上好了。好，谢谢大家。人家解读说是派系斗争，您认为是派系斗争吗？人身安全，我等了半个月了。同款嘛是立法院继续进一步来关心立法院委员会昨昏日咧联席审查振兴纾困预算案，经济部部长沈荣津伊讲，规台湾拢总35万经业者拢会当用，一个人花差不多600到800，有电子抵用券毛纸。即个现场拢总200多人入来到遮关心。国民党立法委员林德福伫咧质询的时，特别要求调位都要清场，因为一寡国会联络人安尼都爱去8楼会议室来看电视转播，安尼才袂去消费。600亿纾困的特别预算送入去立法院审查，经济部、财政部、劳动部长这些人拢在场，卫福部长陈时中嘛伫咧最后来到会场，互媒体微调咧。只是这个场面看在立委的眼内，感觉会惊。要是有人中标的话，这些全部都中标，是不是可以筛选一部分？不要让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人坐家都爱先清场，部会幕僚拢互请出去。防疫的非常时期，就惊会发生族群的感染。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嘛提出建议，立法院的委员们要这段时间防疫期间收起大家的脾气多用嘴巴，少用脚技术工防也是爱减少身体接触，防疫大家上关心的恐惊也是纾困振兴特别预算，其中经济部20亿的振兴抵用券到底是要安怎用？结合我们国民旅游的制式，全国适用对象，我们就是以受冲击的这些服务型的产业，每一个人领600至800块，适用全台湾35万的业者，采取电子甲纸公家用的方式，执行的时间会等到疫情较好的时阵。希望疫情缓和了以后，大概是半年到1年之间。立法院开会重头戏就是审查纾困特别预算案，联席委员会顶悬排队是排甲满出来，总共95名立委轮流咧质询，但时间有限，大部分的委员后一摆都爱较早来咧。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航空业损失特别惨烈，两岸航班一日减真济，嘛影响到航空运输业。一寡送货业者生理共款是害惨。若是货运继续一直起，短2个月时间已经起超过4成。即卖业者就烦恼讲，若是疫情也未收煞，可能空运的部分都要冻点。做手机产品的工厂内底，员工拢无用咧赶工，不过即马却拄到产品做会出来，却送袂出去的问题。桃园这间做手机配件产品的公司，伫中国某工厂，最近收到对华货运公司的通知，讲因为航空公司航班减收济，为中国运来台湾的运费要起价。货业者说讲，运费真正是互人强要袂堪的啊。因为航班减少，整个费用会往上调涨。因为之前2花货运的钱已经起过3届啊，为春节过年之前，普通的货物为1公斤人民币14块。起3届起到人民币18块，即马阁收到起价的通知，要起到1公斤20块，短无2个月就起超过4成。若航班变少，对华开工的人少嘛是一个原因，因为无啥人开工，所以产量嘛得咧变少。本来一台货机载5间公司的货就满，即马就算有1-20间公司出货嘛无一定载会满，加上因为疫情的关系，去海关领货时间比应过加50点钟，成本加真济，运费当然就得得起。华航、长荣涨货运费嘛，对，因为第一个机位压缩航班取消，那几乎呢不得不这样做。这个可以另外一种收费，就是用一个附加费，不要涨价。在这种最危急的时候呢，一涨价都会涨。货运继续一直起，厂商烦恼会影响到规个产业。货运业者嘛真惊疫情，若是搁唔赶紧过去，空运可能就要停掉啊。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喙炎卖甲无够，青食都无够啊，哪有通好拍汗？新竹县竹北卫生所喙炎的库存量煞一日加一日伤过济，大人甲囡仔的喙炎也有500外片。原因就是因为民众唔知讲卫生所有咧卖喙炎，拢走去药局、西药房买。若是照规定，喙炎的库存量超过1000片，中央就会当停配3天。即马卫生所希望讲民众赶紧来买，到清才会得。都卖不完。是啊，然后库房也是乱成一团。一箱一箱的喙炎囤甘拿山，工作人员无因做清点，手拢无停过。来，帮我投到这里面哦。好，谢谢。民众走来这买喙炎，让人感觉意外是来这排队买喙炎的人无讲真济。
我大概排了多久？没有排，对啊，因为他们货源充足，就直接领就可以了。这是新竹竹北的卫生所，顶个月27号才开始卖喙罨，不过真侪民众拢唔知影，也是走去药局买，才会互卫生所内底喙罨愈囤愈多。2月27开卖，那这一张你看还完好如新。都一直等不到贴上去。对，没有那个机会。卫生所的人本来准备好卖完就无的海报，拢无机会会当打出来。到大人甲囡仔的喙罨拢也阁有900外地。如果超过1000片，中央就不配送。那这样民众如果买不到的话，就会造成不便。所以希望呢，民众能够多利用卫生所这个贩卖点。按照规定，喙罨囤超过一个数量，就会有3天未阁送喙罨过去。卫生所嘛希望大家会当加去买喙罨，莫互喙罨阁一直囤落啊。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咧新竹，咱拄则看到受民众买无喙罨，另外这受民众就算买到喙罨，发觉讲这个喙罨乃会玻璃丝，为了要来解决喙罨无够的问题，政府杀喙罨是名济，有民众来到新竹这间健保药局西药房要来买喙罨，买回来3元的喙罨算是玻璃丝，也阁会通光，互迄个人面册铺文讲安尼敢有正常？咱台视新闻的记者嘛来讲，这人讲的这间药局嘛是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因讲。这款的喙罨应该唔是因咧卖，即卖当讲双方讲个人的。新竹县卫生局嘛讲喙罨直接是中央来配发，因会进一步来了解情形。两侧要贴紧，下巴要贴紧，好不好？好。疫情也搁咧烧，人自保，拢来咧排队买喙罨，唔过有民众来到新竹一间药局买回来喙罨，竟然像是安尼。同款是3层的喙罨，但是玻璃丝，互伊是想拢无，实际摕正常的喙罨，甲药局发的这个喙罨来相比，药局的喙罨真正是较薄，互伊伫咧面册大门来问，安尼的厚度敢有正常？烦恼网友会怀疑这是一个假消息，伊阁打出药局发的号码牌来证明，这个大门一个出，都有网友来闹话，真好奇，安尼喙罨敢真正会当防护？嘛有人怀疑，这可能是 NG 的，实际来到这间，互人讲卖薄喙罨的药局，因嘛是想拢无。一直发冤枉，表示有问题喙罨一定拢会先检出来，被提给消费者。这个绝对不是从我们药局这边流出去的，我们包装一定是包装好的口罩分发给民众。药局嘛大方点出店内库存的喙罨，都是这种的嘛哈，都是这种的。政府发什么我就装什么。店家讲喙罨拢政府直接配送的，民众摕到这个薄的喙罨到底是配送出问题，还是其中有啥物误会？新竹县卫生局已经介入来咧调查，了解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讲，这大众运输工贵人特别多，煞无多知影人客体温。为着要来防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高铁嘛宣布，伫咧各站出入口的闸门到红外线磅体温的仪器。假使若是发觉旅客有发烧的情形，就会考劝因赶紧倒转去，或者是叫医生看。车票同款专业拢会当退钱。即马曾经伫咧人上介济入境的桃园站来试办，按算上近4月底，全线12个站拢会当到这款设备。另外，台北捷运公司伫咧台北火车站，也阁有这其他的所在，嘛按算要来到红外线热显像仪，要来掌握到人客体温，也阁有代替高工局，嘛按算咧人坐车站和休困的休息站，拢要来到这个磅体温的设备。乘客要入站进前，体温若伤悬，红外线体温量测仪随着会来出声。我这边帮您做一个体温复测。第二关量下头的温度，要是超标，就会通报高铁的警察。因为你体温过高，所以我们要查证你是否为那个居家检疫的身份。防止武汉肺炎的疫情，高铁防疫的措施搁再来升级。3月底进前，会伫咧台北、台中、左营甲桃园优先来装设红外线体温量测仪，上近4月底，全线12个站拢会有，严格来注意旅客体温。桃园站目前是回国旅客比较多，那会在这边做转乘。那我们先安装2台做一个测试，如果体温还是过高的话，那原则上我们会建议旅客就医或者是返家。那这个部分我们退票是不收手续费的。为了有效掌握乘客体温，以往高铁站开放乘客出入口的闸门，现在在红外线体温量测仪设置的这一端改为只进不出。重新规划动线，分流进入站的人，唔那高铁全面咧备战。台北捷运嘛，伫咧台北车站优先来试办，利用红外线热显像仪掌握乘客体温。另外，亲像是台铁嘛，预算采购32台红外线显像仪，会装设伫咧家人高雄、台北15个大站。高工局嘛寄出34台红外
外线立项仪，预算4月中旬就会伫咧国道15个休困站完成装饰。清明连假就得要来啊，就惊有大批扫墓也是出去佚佗的人。国内疏运提早进前来咧部署，唔敢来大意。记者综合报道。搁差不多1个外的时间才是清明，因为疫情影响，一寡来到台湾本岛做事的澎湖人已经先登去备忘地纸。为了避免病毒烧坏，马经市市公所唔但针对到灵骨塔内外拢爱消毒，嘛要求出来的民众一定要挂嘴掩防体温。县政府嘛宣布停办今年一年一届的收过澎湖湾的活动。澎湖县政府伫进前宣布讲要来延后举办烟火节，刷落去像这款一年一摆收水收过澎湖湾，伫咧港湾口人安尼遮尔啊杂钱的画面，今年恐惊已经看袂到啊。减少大型人集做伙的活动，来避免增加防疫的压力。包含有这个5日节白龙船的竞赛，这个活动拢甲停起来。因为过来清明扫墓，就得要到啊。虽然讲离即摆还佫有1个月，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有袂少住伫台湾本岛的澎湖人，已经开始登去澎湖咧陪墓啊。安尼嘛，互县政府时刷叮当起来，先来做立骨塔的消毒作业。公所也有做好几项的一个防疫措施。有实施几点的规定，到时候也想请乡亲们大家来做配合。县府会使讲是病正严，要甲防疫做到点阵，阁袂涉芳。除了公所当然拢着爱挂喙罨来上班，伫咧人聚集做伙的所在，嘛要来甲改做单向的出入口。民众要入去的，就爱先挂喙罨、量体温，有目睭的嘛拢爱先经过消毒。安尼做就是要来确保大家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公馆嘛是时线要来办，这是南投埔里镇卡白笋的所在，暗时规个变做球仔色。这个特殊的画面，原因就是因为做餐人希望一年四季拢会当生产卡白笋，暗时利用电火来烧，互卡白笋较高大，也毋过对大自然的环境加减有公害。上尾和暨南大学开始做 LED 的电火实验，白光变做球仔色，效果特别好。这款的研究成果上尾嘛刊入咧国际出名的期刊。上新的现场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今仔日起，每一个人买喙烟会当加1片，也就是大人的部分1礼拜会当买3片，啊，囡仔1礼拜会当买5片。新的制度已经开始，现主持咧西药房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刘英玉。好了，主播各位观众，口罩实名制上路之后，原本呢每个人到药局跟健保所购买口罩，成人口罩最多只能买2片，儿童口罩最多只能买4片。不过因为现在口罩的产能增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从今天开始，每个人可以多买1片的口罩，也就是说，成人可以最多买到3片口罩，儿童呢最多可以买到5片口罩。你可以看到，今天虽然天气不太好，但是呢，在药局前哦，还是有不少的民众来排队。我们先来为您访问一下现场排队的民众，想问一下你今天大概几点来？我大概8点50左右。对，你知道今天开始就是每个人可以多买1片口罩？对，知道啊。怎么看呢？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因为我们出门就带1片了嘛，然后你如果说领2片，用1片就只剩1片，然后就像如果像我老公是上班族，他没有办法来排队的话，你看我们就可以多1片，可以多一点，就是多一点备存这样子。这样会增加就是你来排队的意愿？会，我觉得会，对。因为可以多买1片口罩，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哦都选在这个时候呢，赶快来到药局哦来购买口罩。而这个药局跟健保所的这个配置的口罩呢，原本哦是成人口罩只有400片，不过现在呢，整个配置是增加了到600片，开放让更多的民众购买，也让呢有越来越多民众是更踊跃的来排队来采买口罩。以上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先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多谢英玉，搁再来关心同款是上新的现场。为了要来关心徛家检疫的人，慈善团体提供有保健品的安心祝福包，要予台北市市政府市长郭文德下早参加活动，也毋过伊甲媒体宣讲，总统府叫伊提出一寡考试委员，也有监察委员推荐名单。伊讲时间伤过赶，也搁讲到总统府明明有暗夜人选，互总统府后人讲无这款的讲法。郭文德下早又搁有上新的说明，现场上。现情形连续记者黄品玲。
好，团长太上柯文哲今天上午出席了慈善团体的捐赠仪式，是有慈善团体特别准备了这个安心祝福包，要来给居家检疫的民众来使用。不过外界还是很关注关于昨天柯文哲下午来到了民众党部来参与考试委员以及监察委员的遴选过程哦。他认为这个总统府的推荐时间只有20天，实在是太短，根本就有内定的嫌疑。戴廷岛稍早访问。喜坤说他被恐吓半个月，到现在都没有处理，结果刑事局说隔一天就抓到。让他边走，让他边走。好，来，这样怎么看这个口监委啊？往前走，遴选20天。再往右手边走，说这行之有年的规定。来，让他有内定的。来，8月9号，觉得总统府太没准。市长，你往前走，你往前走。说你不要推黄珊珊出来当接待。可以听到柯文哲是从头都不发一语，而总统府在昨天也发声明来回应了，表示这个收件期程其实对所有的政党团体或是个人都是公平的，没有所谓的内定。对各政党团体的愿意推举呢，府方也是表达欢迎。另外，民众党立委蔡壁如今天则是透露，民众党已经经过海选，要送出2位的推荐名单，至于总统府会不会有意愿来接受，蔡壁如是认为推荐人选都没有政党色彩，应该是可受公平的。以上就是最新情况，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多谢批评，时间过得真紧，希望你又搁到5月准备要报税。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影响，财政部今嘛有按算一寡针对到纳税问题有上新的回应。详细请经联手记者吴慧珊。好的，持续带你来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情形哦。那这个受到武汉肺炎的冲击影响，那不少呢中小企业都是大受冲击。那因此呢，在这个5月报税季即将来临的时候，该如何因应呢？有何措施？对此呢，这个财政部长苏建荣就做出了最新回应。今天就会发出公告了，对于就是说国人纳税人如果因为接受隔离、居家检疫或治疗的部分，那么在这个所谓的4月份的使用牌照税、5月的房屋税跟所得税的部分，那么我们会主动公告延期1个月来申报，延期1个月来申报缴纳。那这个是我们财政部这个主动公告。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如果企业或个人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导致他的收入或情况不好的情况下，他可以按照税捐稽征法第26条的规定可以到各地区国税局或税捐稽征机关来申请分期或延期缴纳。那么分期缴纳呢，可以最长可以3年，就是36期。这个方案我支持，我也希望财政部能够检讨相关的行政措施，能够提供更多的协助。因为这一次有关纾困的相关措施里面，租税的诱因、租税的协助措施相对比较少，所以希望财政部充分检讨之后，能够提出更多的租税的纾困的诱因。好，可以了解到呢，财政部是对税务方面提出了相关措施。不过呢，国民党立委曾明宗也表示说，虽然说是支持这样的办法，但是呢，在这个纾困预算案里面原本针对这个租税方面的办法本来就还是比较少的，不够完整。那也希望财政部后续呢可以继续研拟，让这个措施能够更加的完整。以上就是掌握到的最新情形。多谢惠山，搁再来关心屏东春日乡山区有一个市芳场，最近常常看到腊肉亲门大户来找食的。经去市芳的人讲，这个芳箱内底的芳伤过济，因都爱甲夹出来芳箱单调。因的芳箱有加质，腊肉特别爱食。市芳的人嘛讲到，伊拢总有3个芳场，腊肉拢知影讲，伊要迄一天要去倒一个，就对了后壁食。腊肉伫天顶杯等待机会，因的目标就是市芳的为箱内底摕出来的芳烧。拢袂惊有人伫遮吗？对呢，一喙刷一喙拢停袂落来。遮有真侪价值的芳烧，对因来讲就是一顿青草的。伫屏东春日乡山区市芳的农民讲，因为箱内底芳烧济，爱甲夹出来芳烧单调，想袂到会有腊肉飞来食遮的芳烧。我3个场逐工我来整理的时阵，因为逐工整理无共嘛。到阮若对一场，伊就拢会来阮做伴。腊肉嘛真巧，知影缀伫市芳的后壁就有物件会当食，所以市芳的行到倒一个市芳场，因就会缀到倒一个市芳场，拢唔惊人。猛禽基本上是怕人的，但是因为跟人透过食物和接触的过程当中，慢慢会开始对人的警戒心没有那么强。腊肉唔惊人，实在真稀罕，嘛，互春日乡的市芳的农民感觉到真神奇。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防疫这段时间，一寡人较无想要出去外口人客人，拢伫咧厝内。基隆市政府鼓励民众伫厝内加种一寡树栽，产发处免费提供5000丛树栽给民众。民众摕3张发票，就用免费换1丛，上介济会当一届领5丛。这项福利一个推测出来，大家拢大声学乐，话讲真好。其中山樱花、茶花，也有桂花上介热市。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民众较唔敢出门，伫厝内种花颠倒变做一款休困的活动。15张换5株来你这边登记。民众又赛车又骑奥多摆，来到7堵的苗圃要来领树栽，甲看大家人拢栽甲满。基隆市政府策动城市绿化，配合当年的种树啊节，产发处免费提供5000丛的树栽，民众摕发票就会当来换，有20几种树栽在里景，3张发票就会当换1丛，一个人上济会当摕到5丛。开心哦！怎么说？可以当爱心呐，可以有花种啊。大丰收，希望每年都办啊，每一家漂漂亮亮的多好。这项好消息一个出来，就随得到热烈的响应。干那伫这2天，有500外人摕发票来换。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雨有落较少，安尼互7堵苗圃的花栽种甲真旺盛。民众上爱换的是这个山樱花、茶花，也有桂花。要松土，那把它种下去。种下去的时候要差不多这个1公分，这个天气差不多3天浇一次就可以了。夏天一定要每天都浇。叶子比较厚实嘛，颜色比较深的话就比较健康的。基隆市政府逐年拢会提供这个花栽，予民众免费来领。今年拄到武汉肺炎，民众拢较袂想爱出门，因若讲摕寡花栽转来种，安尼嘛通互心情较松朗一个。记者综合报道。家己种一丛，较赢看别人。也毋过嘛有真侪民众甘愿出来到外口赏花，像讲南投草屯最近黄花风铃木，规个花拢大开，因为228小连续假期真好天，温度降到30度。黄花风铃木可能嘛会感觉刷落来可能会较欠水、较可寒，即嘛全力咧开花。南开科技大学甲富光国小中央的富昌路变做规个黄艳艳的花海。按算这2礼拜就是上界适合赏花的时间，民众若要赏花，就要把握这个好时机。看这个大路边的行道树，规片开甲黄艳艳，这么优雅的花海，行我更加看，枝头挂花蕊，看到有够水。因若伫个涂骹嘛，因为落花来整做金黄色的大地毯。这个黄花风铃啊木，即马当咧大开，这个景致就那亲像韩剧的场景同款，真有迄个罗曼蒂克的感觉。我觉得很幸福、很开心、很想家。南投的黄花风铃啊木，伫个228连假的时阵，受到高温甲雨水较少的影响，花丛亲像也有去感受到较大数的危机，所以就拍拼开花要来烫后代。这甲2年前的小冬来甲比较一下，伊的花期有提早。伫个今年过年的时阵，有1-2波寒流，还佫有落雨，花期恢复到2月底。估计伫个这2礼拜，就是赏花上好的时阵。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校园里面参观。看这个黄花风铃啊木，就伫个南开科技大学咧大开，也佫有伫个富光国小遮的富昌路，有上百公尺的散步路，省真侪民众来遮翕相拍卡，遮尔啊水的景致，嘛来争做行春赏花上热门的景点。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来看到这是伫中国的甘肃，看到这款伫要绝种的雪霸，一空掠伤者，这个是一届看到4只。钱又快，死还便宜。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把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又芳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哎呀，他出来了！你看我出来了！古早人伫咧讲，查某人生囝生过加酒芳，生袂过四地帮。若是我会晓，无伫口，我母甲小姐就袂死。有查某人的牺牲，才有生命的传承。担心生生世世。阴暗9点，请收看台视的
4月万户。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因为他可能知道我需要的答案，为了这个。大家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金，金就是称呼阿舅的母，阿舅就是老母的兄弟啊。啊，那阿舅娶的母就是阿金，嘛有人称呼是母金。另外，富人人对别人称呼家己的地夫啊，就讲是金啊。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咱做伙来看到，这就是阿金。拄则头前讲到阿舅的母就叫阿金。第二个词金啊，这就是富人人称呼翁的地夫啊。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阿金欠数，要甲金仔借数，结果金仔无数，要甲阿金借数。阿金讲伊有数，叫金仔来加数。啊，若金仔讲伊有数，叫阿金来提数，提数换数。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金，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防疫即马嘛变做全民运动。也毋过伫中国一寡人看到乌影就开枪，因为中国一个查某囡仔烦恼现金有病毒，就拿甲钱甲伊落入去即个微波炉内底，连准讲会当高温杀菌，结果现金规拢烧甲臭火焦。也有泰国有人真无天良，甲用过喙暗等入去洗衫机洗，搁再摕鬱豆鬱互病，订包装了摕去市面卖，讲会当违法夹火烧，安尼来大挑。警察已经开始咧调查。也有日本的网络有人传讲，即款的花岗岩会当对抗武汉肺炎，专家呼吁千万唔通互人骗去。这个烘甲亲像火灯笼的纸票啊，表面是安尼烧甲哩哩粒粒，边仔佫滚滚存滚揪起来。中国大陆的江苏有一个查某人，伊烦恼讲纸票顶悬有目着病毒，伊就真天真想讲要甲这个纸票甲放喺微波炉内底，想袂到消毒无成，先甲这个纸票啊拢甲烘做火灯笼。不到1分钟的时间，李阿姨当时说那个钱就已经飘出了一股焦糊味。超过大票13块的现金，即马拢变做火符啊！这个查某真正是要哭无目屎。加在这个银行有同意讲伊用火符通来换新票啊，不过安尼煞银行的人无用规半工，因为这个纸票啊规个拢黏做火，都要开2点外钟看用手工来甲镜做笔记。它碳化的部分非常多，我们通过点钞机啊什么之类的仪器是没有办法识别的。也若伫泰国，嘛有人心肝乌，想要趁迄个侥幸钱。泰国的警方有查到一间咧卖迄个火烧的喙瓮，这个无良心的业者因收一大堆用过的喙瓮，因先用洗衫机甲洗清气，再倒用鬱豆甲鬱落平，甲包装了后当做新的甲摕去卖。咱会当看到伊加工的现场是安尼太高烂落，几啊万的喙瓮是安尼放伫涂骹四界血，当人直接坐伫涂骹用鬱豆咧鬱喙瓮，规个过程嘛是拢无消毒。泰国的警方嘛已经咧甲调查。也若伫日本，有人讲迄个花岗石会当来对抗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売ってたメルカリ見たら売ってた。なんで一緒売ってんだろうと思ったんだけど。買いました？買わないから意味わかんない。各种大细粒的花岗石是安尼摆甲入丝，对大票300到1000的拢有。伫卖的人讲，这个花岗石啊，会释放迄个放射线，通啊有杀菌的效果。不过专家讲，这是有空无损，讲过去有马拖的代志，呼吁民众都唔通去互人献大烟气。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甲雪霸列做是伫要绝种的物种。伫中国，雪霸是国家一级的保护动物。为了要来保护雪霸，中国境内设一寡保护区，专家放一寡红外线翕相机，要来记录雪霸的活动。最近伫中国甘肃，真罕会当看到这个雪霸的画面，一届搁再翕到4只，会当讲是特别罕伫看。想要翕到雪霸，实在是真无简单。无想到这回翕到4只雪霸，这4只暗时啊做伙出来拍照，伫咧草仔坡片来片去，看起来亲像是伫找食的。这个可以初步证明，在我们这个区域之内是有那个可繁殖的那个雪豹种群存在。雪霸的影像是伫咧甘肃省阿克赛县的祁连山区翕到的，海拔3000公尺，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最近咧做野生动物的巡查，回收一部分的红外线摄影机的时阵，发现有一台摄影机翕到这4只雪霸，这是伫咧保护区以外，当时翕到上侪只雪霸的一摆，互工作人员是真欢喜。早前伫咧阿克赛保护区内底，嘛捌翕到雪霸下鱼过水的模样，搁有伫咧四川大鸟现票群的所在，嘛捌意外发现到雪霸。雪豹是祁连山典型的高山旗舰物种，处于祁连山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顶端。其实要看到或者是翕到雪霸，并无简单，因是伫要灭种的动物，目前全世界的数量差
差不多是4000到6000只，所以保育人士是真积极咧保护这个雪霸，利用红外线摄影机来观察因的一举一动，方便了解因的生态。这一摆翕到4只，会当讲是真罕的见。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因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日本的日内瓦的车店已经赶紧看冻店，全球车厂皆伫咧网络发表上新的车款。法国雷诺汽车今年推出上新的概念电动车，全车拢是用到人工的智慧，像讲仪表板伫咧自动熄火了后就会收起来，若驾驶座边仔椅仔，佫会当洗翻头，这人就会当小碗互相开讲破刀。上界特别的就是车有材料会当自由清救，那亲像是变形金刚共款。This car does something that you've never seen a car do before. Watch what happens. 画一个是汽车过来化身成做变形金刚，对头前捅出40公分。Boom. Now you have an elongated version of the same car. That's crazy. 法国雷诺汽车杀出这个全新概念的电动车，把车头捅长了后，会当伫咧充电站加压来甲装电池，安尼互伊的续航力会当加300公里出来，还佫有伊的车尾嘛会当春秋，安尼通互车厢甲后座较冷烫。若这台车伊出桥所在佫毋若是安尼尔。双边门佫通倒插式翻开，安尼感觉空间佫加真阔，也佫有这个显黄色挺悬的座椅，将有这个未来科幻的设计感。副驾驶座的椅仔还佫会当滑伫边仔去，安尼通含后座的身躯佫较瓦大。We try to actually play with the same concept of adaptability to different scales on the car to show that how adaptability is certainly one of the key of the future to be actually in line with your conscious. 规台车拢是这个人工智慧的装置。仪表板嘛，伫咧车熄火了后，家己收起来。若客座也都有迄个电动游戏，安尼互你坐长途嘛，袂感觉无聊。This is awesome. 这款雷诺新车，毋但真水派，伊车底设计嘛是真有人性。不过，伫咧目前这还是概念车尔，未来是毋是会真正来生产上市，真正是还佫毋知咧。记者综合报道。插播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这是美国联邦众议院咧初四下晡以415票赞成、无人反对，一支比阿多真主大通过台北法案。台北法案的全名是台北友邦国际保护以及加强倡议法案，其中要求美国行政部门要用实际行动协助台湾。巩固邦交，也有参加国际组织。另外，嘛要增强双方的经贸关系。法案等待众议院两院来协调了后，有一个同款的版本，就当送给美国总统川普来签名。休困一下，广告了后，继续要带大家关心，这是老叶，是台东主要的一项农产品，嘛是包本能主要的配料，就是人咧讲的花啊，今卖当摕来包菜包。又快，死还便宜。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拿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又芳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哎呀，他出来了！你看我有快！我好看！古早人伫咧讲，查某人生囝生过加酒芳，生袂过四地帮。若是我会晓，无伫口，我母甲小弟就袂死。有查某人的牺牲，才有生命的传承。担心生生世世。阴暗9点，请收看台视的4月望雨。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因为他可能知道我需要的答案，为了这个答案，我愿意冒任何风险。你想问我19年前半夜的那场车祸？那车主是谁？他手中的把柄就是8217这台车。我要证明给你看，不管是毕律师还是毕克维，都有独当一面处理事情的能力。靠那么近，干脆接吻算了。
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手路菜继续来看到老叶是台东上主要的一项农产品，嘛是包本能主要的配料，就是人咧讲的花啊。一般常常误会讲，敢若会当包本能。这款老叶对咱人的身体有好无歹，都有一款树栽治疗师苦劝伊老母，讲摕老叶来包菜包做内底鸭。无想讲生理长热期，逐工敢若含量60粒尔尔，常常卖甲无货。一岁加落，这不是普通的草仔粿，这是用老叶做的老叶菜包。它的口感很 Q， 没有那种很呛的味道，完全没有。台东一个70外岁客人妈妈，因为伫咧做花园艺术治疗师查某囝家鼓励，用老叶来做菜包，意外受到人客欢迎。老叶加做接了后，掺入去盐、米甲风来米面粉内底软软的，接包菜布豆皮，放伫咧拄拌落来老叶顶的，尾啊用人绳来吹，唔免半点钟，老叶菜包就吹好啊。我说那是槟榔叶。槟榔叶可以吃了，你吃了怎么样？就是好吃，我再来买。老叶因为是槟榔主要的配料，所以无啥人爱食。不过其实老叶对咱人的身体是真好的。对固胃跟固肺其实都有相当的帮助。但它的种植非常重要，它必须友善。它必须不要用化学化药，不要用农药。希望老叶卖个干那是槟榔的配角，母仔囝做伙就山去买无喷农药的野生的老叶。老叶菜包一天含量60粒，希望会当互更加侪人食到这个特别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发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佑汉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了，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哎呀，他出来了！古早人伫咧讲，查某人生囝生过加酒芳，生袂过四地帮。若是我会晓，无伫口我母甲小弟就袂死。有查某人的牺牲，才有生命的传承。担心生生世世。阴暗9点，请收看台视的4月梦雨。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因为他可能知道我需要的答案，为了这个答案，我愿意冒任何风险。你想问我19年前半夜的那场车？那车主是谁？他手中的把柄就是8217这台车。我要证明给你看，不管是毕律师还是毕克维，都有独当一面处理事情的能力。靠那么近，干脆接吻算了。经过了啦。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需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做代志，旁是一个饭碗，咱双手摸是一条生命。只要你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刑案解密，
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强强，强强，强强，姐姐，加油，不要死，不要死！你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反攻大陆是一场没有希望的千秋大梦。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钱又快，死还便宜你。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把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佑他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了，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哎呀，他出来了！你看我又出来了，好看啊！古早人伫咧讲，查某人生囝生过加酒芳，生袂过四地帮。若是我会晓，无伫口，我母甲小弟就袂死。有查某人的牺牲，才有生命的传承。但是生生世世，阴暗9点，请收看台视的4月望雨。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因为他可能知道我需要的答案，为了这个答案，我愿意冒任何风险。你想问我19年前半夜的那场车祸？那车主是谁？他手中的把柄就是8217这台车。我要证明给你看，不管是毕律师还是毕克维，都有独当一面处理事情的能力。靠那么近，干脆接吻算了。经过了啦。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需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做代志，芳是一个伴，咱相抢摸是一条生命。只要恁做三陪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谁啊？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强强，强强。给自己一个挑战，就是要稍微改变一下，因为传统的料理做久有时候有一种职业倦怠症，想突破自己，给自己一个不同的方向去做做看。都选用100天的鹅，肉质比较好吃的话，是以母鹅为主，母鹅身材比较短小的，吃起来的话，
肉质会更鲜甜。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这是真后8冠的歌手罗贝尼。大家学女是法国的蜘蛛人，最近的爬起西班牙巴西的容纳这栋38层楼高的大楼，因为是违法的行为，随后警察给抓起来。新闻上尾带大家做回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把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佑华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哎呀，他出来了！古早人伫咧讲，查某人生囝生过加酒芳，生袂过四地帮。若是我会晓，无伫口，我母甲小弟就袂死。有查某人的牺牲，才有